以下節目將以16:9、576P 制式播放，敬請留意。你而家收睇嘅係 TVR1 新聞資訊頻道。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投票拒絕為關閉古巴關塔那摩監獄提供資金，參議院以90-6票否決咗8000萬美元嘅撥款，以及將240名拘留者由關塔那摩移送到美國本土嘅計劃。呢一次舉動對於總統奧巴馬嚟講係第一次嘅挫敗。與此同時，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穆勒喺國會委員會作證嘅時候表示，佢擔心呢啲囚犯如果一旦轉移到去美國，就會可能支持恐怖主義活動或者係煽動激進思想。此外，美國一位聯邦法官裁定，美國可以喺唔提起訴嘅情況之下，喺關塔那摩繼續無限期拘留一部分嘅人。奧巴馬曾經表示希望2010年1月之前關閉關塔那摩拘押中心，佢個幕僚堅持達到有關目標，但係無論民主黨抑或係共和黨，都有好多議員反對轉移囚犯去到美國境內。國會議員普遍支持關閉關塔那摩拘留營，但希望奧巴馬政府拿出周詳嘅計劃。TVR 記者 Heinrich 報導。